高雄市今年照常举办白龙船，不过伫林园的中分渔港夜间龙船比赛，却传出有渔港疑云确诊，搁再加上真侪渔船踏伫咧渔港半途驶走，林园区公所考虑了后，决定临时取消今年的白龙船。 中分渔港4颗位仔高仔顶已经挂起来，舞台嘛要准备好势啊！今年为着活动做8只新的龙船，想袂到阁有5天就要肉粽节啦。林园区公所也是临时决定，今年的白龙船要停办。 在船啊，属实无所在通去分坑，暂时分所位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讲，因为我的选手陆陆续续拢有在请假，代班有困难，因为公司可能有人有去感染到。 因为最近是雨水期，毋但避风港有真侪船仔，目前中分渔港嘛有780只船仔，渔民拢反映船仔无法度耍位。当地民众是烦恼疫情，因为传出渔港嘛有确诊。里面民众是烦恼讲，惊疫情人会少较济啊，但是若讨海的渔民是讲伤过客啦，基本船也驶无路通出去。 中分渔港白龙船已经办29年，即马地方出现反对，就算是准备比赛已经开200万，公所甲市府讨论，为着安全，也是决定停办。不过爱河的龙船比赛是照常。记者陈嘉文、罗伟哲高雄报道。